马可福音第8章吼，第8章的27节开始，吼，耶稣甲伊学生去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迄是伫加利利的北边的一个城市，吼，一个较无属伫犹太人的城市。伫迄个路顶，耶稣问伊一句话，耶稣讲：人讲我是一水，吼，意思是讲，人讲我是啥物人啦？一般人甲我看做啥物人？啊，伊学生就甲回答讲：啊，有人讲你是惊死的约翰，哇！迄个时阵，伫马可福音迄个时阵，惊死的约翰已经死啊，吼，已经被那个希律王杀掉了，吼。有人讲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讲你是先知内面一位，吼，就是摩西捌讲过，吼。犹太人认为讲这是摩西捌讲过，讲以后吼，上帝要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我，吼，所以。很可能是在讲那个吼，伫先知内面一位吼，就是无共款的看法。啊，毋过吼，讲下这，就是一般的人认为耶稣伊是先知，啊是有权柄的吼，因为所讲的这些先知拢是介重要的吼。像以利亚吼，因犹太人认为讲弥赛亚来进前吼，以利亚会先来吼。啊，伫新约本来就甲惊死的约翰当作是以利亚。所以，伫迄个时阵，一般人看耶稣是重要的，吼，这咱大家清楚，因看耶稣是是一个重要的先知。啊，毋过耶稣继续问：啊，恁咧？我想不对去，恁咧？恁讲我是一谁？啊，恁是跟对我这学生，恁认为我是啥物人？彼得就讲啥物话？好。彼得讲：“你是基督。”各位兄弟，基督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们还在救世主？基督是希腊话，希腊话的讲法，Christo 哈。啊，那是希伯来文是讲弥赛亚。你有错啦，我不会说基督不是救世主啦，我是讲基督这个字的意思是啥？这个名称。这个称谓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受膏者，吼，受抹油的迄位，吼，受膏者，吼。咱知犹太人因会抹橄榄油伫头顶，吼。啊，毋过这是一般拢会抹，啊，毋过你若要伫众人的面头前，你在众人的面前，你有资格抹油的，咱知影哪3种人有资格伫众人的面头前互抹油？君王。祭司，个啥？先知对吧？哈，这3种职位的人，哈，有这个资格伫众人的面头前，互人家抹油，哈。所以，基督啊是弥赛亚，他的意思都是受膏者，受抹油的迄位。啊，毋过咱会当讲，这位受抹油的这位，伊是要来加做拯救者，安尼这样讲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讲是可以理解的，就是说。这位受膏者是要来成为救世主的 ，OK， 安尼也当了解。啊，毋过这个基督跟弥赛亚这两字，这意思是受膏者哈。所以，彼得对耶稣的了解是比一般人更较深，吼，因为一般人迄个时阵，伫边的人讲耶稣是先知，吼，是弥赛亚来进前的迄位先知。啊，毋过彼得讲，直接讲，毋是，你不只是先知，你是迄位。弥赛亚，就是犹太人在天后的迄位，吼啊！犹太人在天后啥物货？当经文讲，当彼得安尼讲了，耶稣叫安怎？吼，伊是写讲，伊就禁戒因，无得将耶稣甲人讲，吼，不可跟人家说他是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所认为迄个基督是君主、是君王的基督，吼。伊是要来创啥物货？如果照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会想象，这个弥赛亚若来，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，要复兴犹大好的王国。啊，这代志敢毋当讲？只能做不能说，对不对？跟我们那个一样，只能做不能说，所以。耶稣讲啊，唔通讲，这个时也未到的吼。尤其是恁对我这款的人物，无一定
正确哈，不一定准确。来第31节的记载讲，就假使因讲，人子的确着受罪罪苦楚，互遮的长老、祭司头、经学士气杀，佮受害死，过3日就佮活吼。就是讲，在这个叙述对话了后，耶稣就预言伊家己会死，甲佮活。伫马可福音来甲大家介绍一下，伫马可福音内面第8章，马可福音一共16章吼，第8章进前是咧描写耶稣伫加利利的服侍，吼服侍冲突假死吼。8章之前都是描写耶稣伫加利利。马可福音的架构甲其他的福音书无共款吼。第10章之后，吼第10章以后是咧描写耶稣伫耶路撒冷的服侍甲冲突，吼，所以在8之前，吼第8章进前是伫加利利，第10章以后是伫耶路撒冷。那伫中间呢，马可福音的8、9、10这3章，学者甲讲 on the way， 就是对加利利要去耶路撒冷的路程，吼，特别伫这3章内面，耶稣讲3届。讲3届是什么意思？很重要吼。耶稣讲3届，预言伊家己要死，佮活吼。这今日的经文是第1届今天的经文是第1次吼。伊讲哪？伊讲人子佮一届的确着受罪罪苦楚，互遮的长老、祭司头、经学士气杀，佮受害死，过3日就佮活。耶稣这是3届内面的第1届。各位兄弟，他带伊的学生彼得讲，伊是基督，他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迄个抹油迄位。咱拢知影，伊是要来创啥？他都讲伊是救世主。安尼敢会好？安尼敢会哈？一个救世主来是要安怎？要互气杀。所以彼得马上站出来。和合本是翻译说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，这个是非常不准确的翻译吼，介无准的翻译。咱台语汉字本的翻译较对吼，台语汉字本咱是写啥？讲彼得看来责备伊，哇！彼得怎么样？责备谁？责备耶稣哦。大部分的英文的翻译都是翻成 rebuke 还不是责备而已，是安那？甲骂落大声甲骂落骂啥货？各位这是安怎会骂耶稣？彼得则无写啦毋过你认为彼得咧骂耶稣什么代志？伊 rebuke 耶稣呢？伊责备他斥责耶稣的是伊咧骂什么人？咧骂弥赛亚呢？他骂这个弥赛亚什么事？各位仔，让你们想象起飞好不好？伊的耶稣讲伊家己伫耶路撒冷，伊会受害死，会去互遮的气杀。彼得骂他什么？你这个耶稣，虽然你是基督，毋过呐，你毋捌啦，我教你安怎做基督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彼得甲犹太人，这犹太人因心目中有一个形象，就是有关弥赛亚是什么款的人，是不是？一直以来他们从被掳归回以后，因拢在听候一个弥赛亚，真做拯救，真做因犹大王国的复兴的人。即马这个弥赛亚，伊讲伊要安怎？伊要受苦。要受害死，要互犹太人气杀，完全跟他们的教科书怎么样？无共款，所以必定就甲这位弥赛亚揪去边啊，讲啦，你毋捌啦，我教你安怎做弥赛亚。各位兄弟，也会觉得这个彼得很离谱啊？彼得较大是弥赛亚较大
啊，结果彼得在尬死弥赛亚，在责备弥赛亚哈。这个彼得非常的荒谬哈。啊，不过各兄弟，其实那教外观察，根据我的经验、我的观察跟我的非官方统计，哈，咱基督徒嘛常常做这款的代志，咱嘛常常甲上帝扭去边啊。天父啊，虽然你是上帝吼，毋过你毋捌啊，我教你安怎做上帝。各兄弟，咱捌安尼讲过无？我们心里会不会觉得这个上帝还蛮不会当上帝的？别啦，你们都没有这个感觉哦，咧，好人拢做警死的对不？好歹人啊啦，拢食百里，哇！这个社会安尼无公义、无公平的代志遐尼济，这个上帝是咧创啥？是毋是？无代无志的，我风台引着。这个上帝是要做上帝呗？会不会啦？关键是咱常常以咱家己的眼光，以教会传统，用咱家己的经验，甲咱的想法，伫调整耶稣基督的教示。咱认为这个主袂堪去做主啊，袂晓做主啦。迄人互我来做吼，一定做比你较好。会不会？各位兄弟，咱安尼想袂？虾米会？敢若我安尼想尔哦？只有我这样想哦。好，当彼得安尼讲了的时阵，耶稣甲讲啥？好嘞，歹势无记出来。咱定定用教会传统、经验甲法则挑战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其实各位兄弟，耶稣基督的教示是啥物货？那甲耶稣基督所有的教示，甲归纳起来，上重要耶稣的教示是啥物货？我们讲得出来，讲不出来。耶稣的教示上重要是啥物货？爱听，对不对？听啥物货？听恁兜的小狗狗是无？要听啥物货？听迄对象较重要啊！耶稣的教示那个归纳起来，归纳起来是要听啥物货？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头前迄个无讲哦，爱听啥？听尽心尽意尽力听你的上帝，对无？听主你的上帝，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是耶稣上重要、上核心的教示，爱听。看下这，咱基督徒讲听吼，讲到拢无感觉去啊，对无？讲伤济，从小讲到大，讲听讲到无感觉去。毋过一个提醒，咱若要实践听，如果要实践爱，要行出来，要去听，一定爱牺牲。就是你要爱，就一定会牺牲自己，不是牺牲别人哈，是家己爱有牺牲。靠有可能实践迄个听，无论你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一样。你若要听，你就会牺牲，一定是关乎你的自己的牺牲。所以讲，你爱听上帝，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上重要的教示就是，咱爱听上帝，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表示讲，咱得爱牺牲咱家己的权利，牺牲咱家己所有得到的既得利益，牺牲咱所最在意的物件，较有法度去听咱四周围的人。无咱基督徒常常讲，袂使，迄个袂听进，那个爱不下去哦。那个不信上帝，迄个无遵守圣经的教示，咱莫听这，咱互死，咱不准伊安怎，不准伊安怎这拢袂听，莫甲接纳，不包容。各位兄弟，我们跟彼得一模一样啦。咱咧教耶稣基督安怎听？当彼得安尼讲的时阵，耶稣讲：撒旦退我后壁去。耶稣是骂彼得是魔鬼，是毋是？撒旦什么意思？撒旦是魔鬼。撒旦是魔鬼，其实咱即马咧想的啦。伫耶稣迄个时代，伫旧约到耶稣迄个时代，撒旦还没有直接连去魔鬼。撒旦的意思什么意思？
是敌对者，抗衡者，啊是讲在法庭上面给你控诉的那个，伫法院内因甲你告迄个人是什么人？无啦，我是讲即马啦，代表公家咧甲你告迄个是什么人？检察官呐，就是撒旦的意思啦，控诉者在甲你告啦，耶稣是讲，你这个敌对者，你摕去我后壁，敌对谁？伊讲彼得是敌对者，敌对谁？耶稣有解说啊，伊讲你摕去我后壁，怎无伊？因为你安那，你所想毋是上帝的代志，你所想是人的事，你没有体贴，你不体贴，不体会上帝的心意，你体会的是人的意思。所以这里各位兄弟，耶稣伫遮有定义，什么叫做撒旦，什么叫做敌对者，就是讲无体会上帝的心意，不体会上帝的心意，就是无在想上帝的事，这就是撒旦，这个就是敌对者、控诉者。不过要问的是，各位兄弟，咱是安怎？为什么会不体贴上帝的心意？咱去思考迄个彼得想不想体贴上帝的心意？猜猜看，想吧。做一个犹太人，当然是望伊所想的是上帝的事。不过是安怎偏偏不是？因为安怎？无眼光啊，没有眼光啊，眼光不对。耶稣所看最重要的代志，彼得看最无重要。耶稣认为对的代志，彼得认为唔对。这是眼光的问题啦，照我的经验，基督徒咱的眼光不好，咱的眼光甲上帝差伤济，其实是因为咱无熟悉上帝的话，也是错误了解上帝的话。各位兄弟，咱的眼光甲上帝有像无啦？想一下，我们现在的眼光跟上帝像不像？还是完全没概念？这真正甲咱对上帝的话有识无？该有关系，非常有关系。甲咱安怎读圣经非常有关系。在这里做非广告，古典教会有3个查经班哦。拜二有一个TUE PM Tuesday PM 的查经班哦。那伫咱松大有咧上课的时阵，拜二下晡1点，伫咱的副堂有一个查经班。你若没有在上班，已经退休的兄弟姐妹，拢欢迎来参加咱拜二下晡的查经班。若松年大学放寒假、放暑假，迄个时间就该去早时10点。所以星期二咱有一个查经班。若拜五暗时7点半，伫咱礼拜堂嘛有一个查经班。你若讲我常常伫师大路踅来踅去星期四的中午，伫师大内面嘛有一个查经班。这感谢咱的苏老师苏纯丽老师，帮我们找了一间教室我们就在里面读圣经。是安怎遐尼侪查经班啊？各位兄弟，熟悉而且正确了解上帝的话，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。因为咱若没有熟悉上帝的话，而且我讲的是比较正确了解上帝的话，咱的眼光会概无同款，我们的眼光跟上帝的眼光会非常不一样。即摆耶稣要讲的代志，下面要讲的，就是要来呈现咱人甲耶稣的眼光是有偌无同款有多不一样。耶稣就讲了人若要跟对我，
若有人爱跟缀我，爱缀我，就得看无家己，也伊的十字架来缀我。好，看下这，也在四福音里面，后因书来源公解这解，耶稣说对这款的了解，对跟缀伊的人的要求。若人要缀我，就爱看无家己。和本翻成舍己，我们跟咱台语犯罪看无家己，非常的有图像哈。看无家己，爱背家己的十字架，背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看下这十字架是什么意思？压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咱点了哈会说，哎，我正在背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？有人讲是苦难。责任，啥货？够啥？十字架什么意思？看下这，不是苦难，不是责任，哦，不是在讲这个，是你讲啥？是你讲去死啦，去死啦！咱知影哦，十字架是罗马帝国一个最特别的发明，一个很特别的发明。这个刑罚哈，这特别的，只对付谁？不是介济囚犯，不是什么款的犯人，拢会当定死几个。就算你是杀人犯，你还不一定有资格会当定死几个。什么款的犯罪？敢若什么款的犯罪会当定死几个？这台湾人上知影，这咱台湾上知影啊，就是叛乱犯，好。你是叛乱犯，你反对，你起来对抗罗马帝国的人，抓到的定死几个。十字架这个刑罚是一个让你不要太快死，让你死不去的一个刑罚。好，就是你规身躯只有4个小洞，不会太小了哈，只有4个洞，啊，不是要害，拢不是要害哈，就是未喷火的啦。啊，要互你流血，搁互你流足少的血，有当时啊流到会打去，会打去，你伫电力十字架顶面，你动的时阵又会撕裂迄个伤口，所以个会慢慢滴。一般来讲，钉十字架可以撑多久死去？你知无？看下这，2个礼拜。要互你钉伫迄个顶面，互众人看，你若敢背叛罗马帝国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好，要死也死不掉。啊，他还会给你水喝，互你啉水，好，互你慢慢伫顶面滴血滴到翘起。好，所以耶稣算创罗马帝国纪录的。耶稣钉偌久过身？啊？他下午3点就死了呢，啊，大概9点10点钉，下午3点就死了。所以阿边哥讲哇，耶稣死了，比拉多安怎？惊一跳啊，不太相信啊，所以叫阿兵哥给他怎么样？搞赌矿买下快死啊呗，哦，耶稣是创纪录的哦。所以当耶稣讲，不是你若有一个人被判这个刑是钉十字架。伊就爱先把迄个十字架横的那一只背在身上，先去洗架啊，洗互众人看讲哦，这个人就是互判定十字架。所以当有一个人举伊家己的十字架伫路面咧行的时阵，众人就拢知影这个人啊啦，这个人就要去干嘛？要去中秋节烤肉吗？啊，要去对啦，要去死啦！哎，所以耶稣伊讲这白的呢，耶稣基督讲这明白的话，你若要缀我，你就爱缀我安那，缀我去死啊！各位阿姐，咱刚刚咧传福音无？我们敢不敢这样传福音啦？然后说，哎，跟我们的朋友传福音。哎呦，我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你哦，耶稣叫你跟他死哦。安尼传有人要信无？啊，不要，当然不会信啦。
咱那嘛传迄个信耶稣得水牛，好，信耶稣得什么？得永生啊？得永生怎么会变成得水牛？啊，得永生的永那一点不见了哈，去用负起就变成水哈。啊，永生的生下面迄位嘛无去，所以变成牛哈。所以信耶稣得水牛，安尼袂无？我嘛袂吼，信耶稣可以得水牛。毋是呢，信耶稣就是安那，跟对耶稣，就是跟对耶稣去死。所以潘霍华，德国的神学家，伊非常的了解，伊讲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，呼召一个人，伊是咧呼召这个人对伊去死，哦，是跟着他去死哦，他就直接讲了。耶稣其实讲得很清楚，伊讲，那对我。烦恼要对我的人，就爱看无家己压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所以耶稣讲较再清楚一点，烦恼要救家己性命的，要丧失性命。啊，若为着我甲福音丧失性命的人，要救家己的性命。各位这咱嘛常常听到这款的话，啊，毋过这是要安怎解释？要怎么解释这个话？就是当咱看无家己伫这个世间一切会拥有的时阵，这个世间看你就等于是丧失了生命了。啊，毋过因为咱看无家己伫这个世间一切会拥有，咱是甲耶稣基督性命的结连。我们这个有限的人，居然会当甲耶稣基督的性命结连，就进入永恒了。所以反而是救自己生命。好，所以这款失去失去，可是反而是得到的。这款的道理，是咱基督教信仰最核心、上重要的想法。我前一段时间有写几篇文章一般咱基督徒看的拢无介意，就是为什么耶稣带来的是爱，啊，毋过咱基督教带来仇恨？有人就要问了，哪有？我们基督教哪有带来仇恨？有无啊？各位兄弟，咱若看规个教会历史，基督教有没有带来仇恨？一路以来，从罗马帝国甲基督教动作是国教以后，哇，烧女巫，十字军东征，烧女巫烧不完，还烧自己人，烧异端，介济战争，介济冲突，其实拢对这个基督教信仰造出来。所以，印度圣雄甘地伊捌讲过什么话？甘地讲：我介意我只介意恁这位。恁所传的这位基督，啊，毋过我无介意恁遮的基督徒。恁遮的基督徒是安怎遐尼无神？恁所传的这位基督，我就在想说，为什么？各位兄弟，是安怎咱无神基督？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 ？Christian 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，较细尾的基督，较细尾的基督。事实上就是要学像，要学亲像基督耶稣。赶快的啊！是安怎？我们为什么那么不像耶稣基督？为什么耶稣带来的是慈爱啊？咱这基督教，让基督教却带来仇恨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写在这里。因为耶稣基督，伊是为死的活嘞。耶稣基督是为了替正人死，为了要付出他自己。为了要不存在而存在，我们知道讲清楚无？耶稣基督伊做清楚伊的性命是的为着正人死，所以他是为了死而活着的。啊那基督徒的群体教会是安那？教会是为了永续荣耀经营而存在。我跟你讲，有讲清楚无？
基督耶稣基督的想法，伊是要为着死，所以伊存在，他是为了死而活着。啊，教会嘞，不管你讲的是大公教会，还是咱地方的教会，咱的思考是安那？我是为了要永续荣耀的存在，有无？是不是啦？所以会不一样啦。当这群人是要为着家己永续荣耀的存在，他一定会带来冲突嘛，他一定会带来仇恨嘛，一定的嘛，一定会在利益、管理的顶面，甲这个世界起冲突。因为咱要想要永续荣耀的